建兴王府一向待人不薄，说吧，谁干的？啊，若是让我查出来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是不是啊？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肯定是你。怎么会是我呢？就是你！喂，站住！哪里跑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快说！啊？什么？启禀父王，此人已死，不过死前说了一句话：“天一帮。”天一帮？不会吧？天一帮是乌合之众啊！龙天霸已经死了，他的手下就应该已经散了，怎么可能会来报复呢？主谋者一定另有其人。啊，父王，请你放宽心，孩儿一定会查明此事。你们大家也仔细盯着身边的人，如果再有内鬼提供线索者，一定会给予重赏。我要去睡了。二哥，麻烦你，送若楠回家啊。天宝，父王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天宝，你。大国，我来看你啦。想我没啊？大国，你说为什么金刚昨天跟我求婚的时候，我会想起那个无赖呢？不会因为他把我的初吻夺走了，所以我才总想起他来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相信你，你不会是那个无赖。世上竟然有姑娘这般懂我之人，我真是死而无憾。娘，你叫什么？大白天的，你做什么白日梦啊？快说，你梦见谁了？哪个姑娘啊？你别坏我好吗？哎呀，躲开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哎呀，你快告诉我，你梦见谁了？有没有梦见我呀？啊，是不是？当然有你了。真的啊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？那是珠兰玉砌，绿树清溪。哎呀，太美了，简直就像仙境一样。你我花前月下，互诉相思之情。啊，对啊，你我花前月下，互诉相思，此情此景，如果是真的，那该多好。可惜啊，那个姑娘呢，不是你，是我梦中的仙子。根本就没有这个女子，她还是在你梦里出现的。你错了，她不止出现了，我还吻过她呢，而且当时你还在场。你说的是你在醉星楼遇到的那个女子？她是个青楼女子，是以卖笑为生的。别胡说，人家可是正经人家的女子，她不是卖笑的，而是卖药的。况且我已经知道了，她是定州人士。等我家里的事情办完了，我就要去找她。定州，你要去找她，我也要去。你去干什么？你说呢？
我去杀他！你也太残暴了吧！哎，算了，以后不跟你提这事儿了。你跟我去我的工作室吧。干什么去啊？设计我的测谎屋，好抓那些装神弄鬼的人啊。你邀请我啊？你不是让我当3步男人吗？太不可思议了！你第一次没躲我。哎，因为我知道躲不开你。好，等等我。哎呀，孟总师，你就回去吧。现在府上啊，是真没官司可打了。哎，你就算有的话，别怪小的我说话直接啊。你打官司是一输再输，谁还敢用你呀？你还是回去吧。你就让我再等等嘛，搞不好我马上就有机会了。哎，别说，还真给你等了一个。我说，衙役大哥，我要告我家那个没良心的，他对我总是又打又骂的，你看看我这脸上都是伤，我要休了他，帮我找个讼师。哎，这位大姐，你旁边这不就站着一个吗？这可是大名鼎鼎的。还有没有别的宗师啊？哇！但是这位妹子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我的专业意见就是，你已经证据确凿了，如果能够再多一点证据的话，肯定可以打赢这场官司，还可以分他一笔财产。我说衙役大哥，还有别的宗师吗？没有，我可走了。哎，妹子，非有商量啊。我说孟宗师，你在定州城太有名了，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官司，一场都没赢过，我怎么能相信你呢？我有赢过一场的。哦，对，是赢过一场，那还是因为原告得病死掉了，而且还拖了3个月。你说说，我这要是找了你，休婚不成不说，回家还得挨打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，行行好。啊，这一道呢是事业线，这道是生命线。呀，大事不好啊，很快就会遭到飞来横祸呀！我跟你说，去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晦气！哎，我说孟老哥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？半仙，我们认识挺多年了，能不能像朋友一样告诉我，我适不适合当宗师啊？来，把你的右手给我看看。算命是骗人的了。哎呀，这谁家的西瓜皮啊？到处乱扔，摔死我了！你看，被我说准了吧？我要是算命的话，我就到寺庙去找菩萨，去找和尚，他们比你准多了。你就干脆跟我说句实话，我到底适不适合当宗师就好了嘛。哎呀，孟老哥，其实这一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。你说你当宗师这么多年啊，没把握的自然赢不了，有把握的一样赢不了啊。多少次了，临到最后那一刻就功亏一篑。要我说你啊，你还是你看你这个表情，我就没法说了啊。好吧，那就不要说了吧。说实话会伤人，说谎话会害人，说不说，都不对。恐怕我时日不多了。王爷，这太医不是说了吗？您这病只要好好调养，就没什么大碍的。关键是凡事要想得开，保持乐观的心境啊。哎呀，世子未定，你让我如何想得开呀？倘若到临走的时候，事情还没定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刘福，你说到底立谁为世子呢？这老奴可不敢妄言。此刻没有主仆之分，你单说无妨。是，王爷。你
觉得让天祥继承如何呀？二少爷才学过人，适合接世子。可是他母亲当年的事，有恐影响王府的名声啊。天祥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是不是亲生的不重要，我早就不介意了。那就是二少爷，更适合被立为世子了。那如果是宝儿，又会怎么样呢？小公子天宝生性顽劣，恐怕影响建兴王府的威严。宝儿是小事糊涂，大事果断。像我年轻的时候，反而是天祥，倒是让我有些担心呢。如此说来，小公子倒是合适人选呐。就因为他最像我，是个性情散淡之人，就最为不适合继承王位。这些年我所承受的痛苦，不希望再发生在他身上，所以我想让他自由。而天祥呢，为私他母亲的事，我至今心中有愧。为公现在朝纲混乱，皇族衰微，兴许他能重振我大明江山。那您决定了？明日起草王命，在我大限之日，由天祥继承世子之位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。让我看看。你还说没事，都红成这个样子了。去我那里，我帮你上点药吧。小伤，不碍事。我看你心情不太好，不如去我那里小酌几杯，道道心事，解解愁闷呢。二公子，怎么整晚都失魂落魄的？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也许我可以帮你分忧解难呢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是烟花女子，但是我也懂得替人保守秘密。有些事情不便明说，但我这样的外人倒是很好的倾听者。但有些事情不是女人该知道。在下贸然前来，没有打扰贤弟的雅兴吧？众家丁听令，站成一排报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这个就叫乾坤测谎黑木棚。你们别小看这个黑木棚啊，它被我施了咒语，这里边呢放了一只盘子大的乌龟。这只乌龟呢叫做测谎龟，它已经活了500岁了，每日在寺院接受经文熏陶，可以看透人心。你们每人依次把手伸入小棚，左手放在龟背上，把看透纸人那天的情景对着乌龟说一遍。
如果是真话，就会相安无事；如果要是假话，就会被龟咬住手指。咬手指，大家都知道，要是被乌龟咬住手指，除非上天打雷，否则乌龟绝对不会松口的。开始吧。怎么你们都没被乌龟咬住啊？哎呀，这可难办了。好吧，那伸出左手，手心向上。你，你，你，你。你，还有你，风七，说说吧，你都干了什么？我什么事都没做呀，我就摸了一下小乌龟。乌龟怎么能听懂你说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我做这个黑色的幕布是让你们觉得压抑害怕，然后我画上朱砂符咒是让你们觉得玄而又玄。心虚的人把手伸进去，怕乌龟咬到手，就不会放在龟背上。我之前在龟背上涂了石墨粉，摸过龟背的人手心就是黑的。而你看看你。跟我走吧。王爷的身体可好些？我父王身体一直不好，加之受到惊吓、生气，再加上担心，病情更加严重。都怪我一时糊涂。贤弟仁德孝顺，但也不必难过自责。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不得已而为之。本来我们只是想给天宝抹抹黑，谁能想到他竟然破了至恩的玄机。你我确实小看了。抹黑不成，反而让我的父王更加器重。怎么？难道王爷要把王位传给天宝不成？小公子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小公子，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是洪国兴，他给了我10两银子。他为何这么做？其他我真的不知道了，小公子。好吧，你不说，我就找人通知刑部来抓人。我想起一件事，我告诉你，小公子，你可一定要饶了我呀！快说吧。这都是二公子的事儿。胡说八道，污蔑我二哥！看来我不用送你去刑部，我直接一剪刀先宰了你！小子说的都是实情啊，一时举报啊！听说二公子是为了争夺世子的位子。小公子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果真如此，那贤弟如何打算？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父王的病因我而沉重，我绝对不会再干那阴损之事了。贤弟，你此刻才叫真糊涂啊！大丈夫成就本业，当断就断，怎能有妇人之仁呢？如果王爷真的有意传位给朱天宝，那么现在的形势可就真的是岌岌可危了。那我又能如何？父王的心意怎能如此轻易改变？我觉得，如果让王爷断了册立朱天宝的念头，倒是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朱天宝在京城消失。这样断然不行。就算我不当这个王爷，我也绝对不能害我这个弟弟天宝。
除此之外别无他法，除非贤弟想当一个官不官、民不民的二公子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侯大人如此关注王府之事，莫非你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成？贤弟，你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我把你当兄弟，我敬重贤弟一表人才，况且我知道你绝非久居人下之辈，你必有一天能鲲鹏展翅，直上云霄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侯国兴辅佐贤弟平定天下，岂不也能留下一世英名？到那个时候，贤弟你可别忘了兄弟的犬马之劳啊！听着，你必须要答应我，你刚才所说之事，不许再对任何人说起，明白了吗？小公子放心，我就算死也不会说出去的。侯国兴是。他为何要如此？因为汪文言之事，我们王府与东厂和锦衣卫结下了梁子，海儿又多次羞辱侯国兴，他心中怨恨海儿，报复海儿，所以就买通了冯七、赵二这两个家庭，制造了鬼怪之事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但愿如此啊！难道父王还有其他的怀疑？也许是为父的想多了，但是宝儿啊，世事难料，你也要学会保护自己。父王，您何出此言呀？这事完全是因你而起，却凭空牵出阉党之辈，为父还是觉得有些蹊跷。孩儿多方查证，可以确定此事从始至终都是侯国兴所为，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孩儿可以保证。真的？孩儿所说千真万确。二哥，你真是糊涂，怎么能跟侯国兴混在一起呢？世子之位和若男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你争。希望你能悬崖勒马，不要伤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父王，原谅孩儿不告而别，孩儿只有离开这里，王府才能回到原来平静和谐的那些日子。父王，你保重了。
天宝，天宝，天宝，你在哪儿？天宝，天宝，天宝。来人！二公子，您怎么了？现在几时了？辰时了。天宝还在房间睡觉吗？天宝小公子一大早就出门了，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。烟雨城外，谁等待，谁离开？多少思念化作尘埃。二哥，我到定州寻找我的真命天女去了，我终于可以去过我向往的生活，你也会为我高兴吧？二哥，你知我无心正务，家事国事就靠你一肩承担了。我离家期间，你要照顾好父王，当然也别忘了去照顾你心爱的若男。希望我回京之日，你已与他终成眷属，我也能寻到我梦中之人。穿越千年难守候，只为与你到白头。爱过之小姐，小姐，践行王府小王爷托人带了封信给你。天宝，给我。若男，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京城，去寻找我梦中的仙女了。接受二哥吧，我真的不适合你。我相信，只要你和二哥在一起，一定能成为人人称羡的佳偶。二哥是个很拘谨的人，不需要有人在一旁盯着，也能把事情做到完美。但人总有疏忽迷惘的时候，还是需要有人在一旁提点。你是最好的人选，希望你能管二哥像管我一样，好好辅助他。祝福你后会有期，朱天宝。朱天宝。你说好为我等待，小姐，这千年难守，千年只为与你到白头，你到白过之心中，醉过之酒浓，只愿今生再重逢，越千年的伤痛。几度轮回必是空，不怕相思痛，只怕难相逢。此生有你就足够，穿越千年的守候，只为与你到白头。不怕相思痛，只怕能相逢，此生有你就足够。若男，天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前方桥塌了，估计赶不上天宝了。那边有个亭子，我们进去避下雨吧。若男，你别担心，天宝虽然玩世不恭，对父王其实很孝顺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确定？父王也立他为世子，他怎么可能不回来呢？那你呢？
我哪会有人在乎我？你别这么说。也许是我想要的那样，事实证明好胜。在外人看来，我的确出类拔萃，但我自己心里明白，其实我一无所成。现在父王的决心已下，我再争也是枉然。天祥哥，你说的话我都明白，可你是鲲鹏之人，有鸿鹄之志，总有一天会一飞冲天，翱翔万里。而我呢，只是湖海中一条追逐寻觅的小鱼，我无法在水中呼吸，正如你无法长出翅膀。你我于江湖中遥望，互相安慰鼓励，难道不好吗？不好。我宁愿拔掉身上的翅膀，跳入水中，与你相伴。那你会窒息而死的。我不在乎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一直惯着我，宠着我，有着我的性子，到现在也是如此。所以在我心里，一直把你当成哥哥，全无男女之情。可天宝喜欢的人不是你，他曾经说过，定州那个女孩让他日思夜想。他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她。天宝如此用心，你强迫他爱你是绝无可能的。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呢？若楠，你难道就不能珍惜一次我对你的感情吗？爱一个人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情，我不会强迫天宝爱我，也请你不要强迫我，更不要把我作为你放弃理想的借口。若楠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为什么你不爱我？为什么？时间匆匆，一别花花，情歌两三年。日出不见，日暮不见，谁知思念线？风如变，花如谢，我已情于天。只是盈盈泪眼，一人却不见。我却见匆匆，一别花花，一别情歌两三年。日出不见，日暮不见，谁知思念线？风如变，花如谢，我已情于天。只是盈盈泪眼，一人却不见。然后一人又见，旧人也不见。杨若楠，他从来没爱过你，这样的男人，你爱理他干什么？小姐，小姐，老爷找你，你怎么了？若楠，若楠，若楠，公子，你发烧了，喝点药吧。不，我要回去。二公子，真的这么嫌弃我吗？我才是被嫌弃之人，哪有资格嫌弃姑娘？
我少年时家境窘迫，父亲烂赌，母亲一声不吭的就离家出走了。父亲未还赌债，把我卖到了青楼。那时我只有13岁，我第一次体会到被人遗弃、厌倦的感觉。我为人沏茶倒水，忍受辱骂，终于熬到有一天，妈妈肯教我琴棋书画。想不到姑娘的命运如此波折。我见过文人墨客，也见过富家公子，他们倾其所有，就为博我一笑。甚至愿意为我赎身。出了这青楼，不就是姑娘你想要的生活了吗？所谓向往，是因为我知道终不能实现。难道你不期待自己的萧郎吗？我何尝不想？可天下男子，在我看来都是一样。怎么会一样呢？天下的女人，在我看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姑娘如此美貌，难能可贵的是，你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。对于我这样一个失意的人来说，无非是老天对我的恩赐。若姑娘不嫌弃，我愿意平时过来，陪你坐坐聊聊天，做一个知心的朋友。知心朋友，我在醉星楼找知心的人好久好久了。来，喝点粥吧。我自己来。姑娘为何这样看我？我跟他谁美？你说谁？我见过他，你也一直呼喊着他的名字若男。你们各有各的美。他美在哪里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也耍小贱脾气，可是我就是喜欢他。他的你真好。前世命不好，也许来世就好了。人生百年都是过眼云烟，何必那么斤斤计较？二公子安慰我时，是不是感觉心里也豁然开朗了许多？的确如此。侯兄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侯大人得知你晕倒在街上，才把你带来的。谢谢侯兄。哈。
你来了。都说女儿像爹，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居然让我杨莲的女儿掉眼泪了，是不是天宝那个混小子又让你生气了？不是啊，爹，我只是看到你操劳国事过度，鬓角又生了一些白发，有一些感触而已。唉，这阉党一日不灭呀，爹这一生恐怕很难安度了。可是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爹心里面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好人家，安安稳稳的生活。是不是天宝那个混小子又让你生气了？不是啊，爹，我只是看到你操劳国事过度，鬓角又生了些白发，有些感触而已。这阉党一日不灭呀，爹这一生恐怕很难安度了。可是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爹心里面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好人家，安安稳稳的生活，爹也就死而无憾了。爹，不许你说这些晦气的话。平常爹对你疏于照顾，你可不能怪爹呀。爹，是女儿不好，太过任性，只顾胡闹玩耍。我以后再也不任性了，以后我什么都听您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怎么说着说着又哭了呢？哎，乖女儿，爹没有怪你的意思啊。你长大了，不哭。以后啊，我们还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好不好？贤弟如此失魂落魄，竟然晕倒在路上，倒是少见。哦，王爷没有再追究神鬼之事吧？没有。那既然此事已经过去了，贤弟，我在东寺有套宅子还不错，你要有意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宅子？你这是何意？朱天宝已经成为世子，建兴王府易主，贤弟则不便再久居在府中，应该早找退路。我不想什么退路。贤弟糊涂了。冯七虽然已经被杀，但是动手还是迟了一步。朱天宝此时定然已经知道了神鬼之事的内情，王爷捕猎之后无人庇护，那朱天宝要是翻脸不认人的话，朱天宝决然不会。贤弟宅醒以后，以君子之心度人。如果朱天宝没有把鬼神之事说出去的话，王爷怎么会这么快就立他为世子呢？天宝他已经去了定州，寻找他的梦中之人了。朱天宝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回来那我该怎么办？万万不可！野兽害互不相残，我朱天祥绝不会担这个罪名。贤弟，此时的形势已是万分危急，只有此路可行。朱天宝一死，这线索全部中断，王爷就剩你这么一个世子，建兴王位还不是你的囊中之物？到时候杨若楠心如死灰，你再多加关心，他一定会投入你的怀抱。我说过不行了，回去，以后这类事情休再提起。既然如此，倒是还有一个办法。既然朱天宝去了定州，那我就让他在定州多盘桓几日。王爷找不到他，只能是干着急。同时，我再想些办法，联络大臣，找王爷去吹吹风。等你当上世子，我们再让朱天宝回来。到那时木已成舟，一切
就都在掌握之中了。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让朱天宝有任何的危险。真的就这么简单吗？我有再大的胆子，也不敢骗你呀。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侯兄，切记不能伤害天宝。请贤弟，请王爷放心。相国大人，朱天宝去了定州，飞鸽传书，通知定州手下。是。记住了，抓活的。等我把他折磨够了，再让他身首异处。去吧。是。糟了！幸好定州城快到了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这下面怎么会有一群人呢？我汉，我们戏班子讨生活也不容易，请各位好汉通融通融，放我们过去。这些钱给各位好汉买酒喝。你这点银子还不够我们塞牙缝的呢，是不是？少废话，给我滚！全部的财物给我留这儿，这女的也给我留这儿，否则让你们横尸遍野。请各位好汉放我们一把，这些都是我们戏班子吃饭的家伙，是万万不能留给大王的。给我上！慢住街道！光天化日竟敢拦路抢劫，这些山贼一定得给他们点教训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谁呀？谁杀你的？你没事吧？有种的给我下来！下来！哎，爹，上面有人呢。是天外之人，伙儿们，给我上来！多谢恩公大军，鄙人姓米，是这个戏班子的班主。
哎呦，不用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嘛。哎，爹，天外之人和我们长得一样呢。啊？我虽然从天上来，但不是天上人，我是从京城来的，这是我的交通工具，我称它为飞球。那请问恩公高姓大名，我们好铭记在心。哎，做了好事不留名。不过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帮我一个忙呢。哦，恩公尽管说，我们将全力以赴。哎，没那么严重。我这飞球没动力了，可否借我匹马，我好继续赶路？哦，恩公，这没有问题。小米啊，给恩公找一匹最好的马，让恩公好赶路。是。哎，如果有缘再见，马我一定会还给班主的。那恩公后会有期了啊，后会有期啊。恩公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慢走。小姐，给。小姐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啊？就说不要去挽回我的人生了。小姐，路上小心啊！这。报。杨若楠背着包袱策马出城，似乎要出远门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他肯定是到定州找朱天宝。杨若楠这个女人刁蛮，怕是会坏了我们的好事。那就半路拦截，让他去不了定州。顺便呢，你还可以卖个人情给朱天祥。怎么说？比如，你先控制住杨若楠。然后再让朱天祥来个英雄救美。冷月，你这招妙。头儿，发现朱天宝了。叠着。是。走。哎，慢走。好吃。干嘛呢你？后竹姐，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跳得好快，左眼还是右眼？2只眼睛。当我想念谢不败的时候，我的心砰砰砰砰，何尝不也是跳得很快？得了吧你，快吃菜。我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。玉，小二，哎，来喽！来碗凉茶。哎，喝。杨大人，这么急找晚辈来，有事吗？哎呀，若楠跑了，跑了？哎，趁我出门的时候就跑了，说什么要去定州挽回自己的人生。你说这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哎，天祥啊，你赶紧想办法找她吧。请别担心，若楠肯定是去定州找我弟弟天宝去了。找天宝？贤弟，侯大人，怎么闷闷不乐呀？给你，这是干嘛呀？去救杨姑娘吧。什么意思？杨若楠今天一早出了城，
在城外的一处茶棚问路的时候，被我的手下用蒙汗药给迷昏了。这边大水冲断的桥修好了吗？还没修好，不过水退了，有竹筏可以带人到对岸。哦。 不过他现在人没事，被我安置在一个地方。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你要我干嘛？我答应过帮你成为世子，并让杨若楠成为你的夫人。这杨若楠要是去了定州找朱天宝的话，岂不坏了咱们的计划？你去救他吧，然后把责任呢都推到我身上。除了阻止他到定州，说不定还能赢得他的芳心。 谁？你是谁？剑心王府朱天祥。若楠，天祥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从东厂打听出你的消息，一路追过来，我怕你出事。东厂？侯国兴一直记恨你和天宝捉弄他们，所以抓你来报复。侯国兴，原来是侯国兴，他敢抓我，等我回去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若楠，听好了，这事到此为止，千万不要再走了。现在抓你的人已经走了，肯定找救兵了。走。天祥哥，我还是要到定州去。若楠，我救你出来，并不是让你到定州的，跟我回去吧。我答应过你父亲，要把你带回家。走吧。我不回去，我一定要找到天宝。朱天宝，我看你今天还往哪儿跑？千户大人有信，下去吧。都29天了，还没有人来找我打官司，看来我真的是身败名裂了。爹，喝茶。这个月不才刚刚过去28天吗？真的吗？是啊，可是爹，你好像还有连续失业29天的时候呢。对，所以还差1天才破纪录。
这也难怪，我在定州城太有名了，在这里打官司打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赢过。我真是越来越没有自信了。爹，你要有信心啊！我怎么记得你以前好像赢过一次呢？哎呀，那一次是因为拖拉了3个多月，被告最后病死了，知府才最后判我胜诉。嘿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定州孟老哥，哈哈哈，官司输光光。半仙叔，喝茶。你说什么？嘿，这文人雅句你不懂。什么烂诗啊！你还自诩文人？我呀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知前后500年。这自古至今呐，只有诸葛亮和刘伯温可以跟我相提并论呐。哎，孟老哥你厉害呀！啊，前无古人，是后无来者呀。我有这么厉害吗？当然了，昨日我翻《史记》呀，《汉书》《战国策》。还真找不出一个像你这样永远失败的人，人家叫谢不败，我看你就叫孟永败。半仙叔，你别这么说我爹。老东西，你胡说什么？孟永败，孟不胜，孟不赢，孟全输。明年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两个人加起来100多岁的人了，还跟孩子似的。别敲了！天祥啊，这是我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了。你看，爹，你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看他，你看看，爹，你放我出去！别敲了，放我出去，爹！别敲了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爹！伯兄何去啊？哦，原来是贤弟。督主命我出京办事。天宝那边可有消息？我已经派人去定州查探了，此刻还没有找到。真的没有找到吗？你放心，我一旦找到，即刻通知贤弟。哦，对了，杨姑娘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刚从杨府出来。那就好。总之啊，你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就行。贤弟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就不陪你了。告辞。看样子是个急差吧，而且路途应该也不近吧。南方不比京城，多带些雨具。这。太看喽！站住！怎么办呢，天宝？父王一定会很生气的。好端端的一幅画，怎么给弄成这个样子？你们谁弄的？
是我不小心弄翻了砚台，请父王惩罚。好，我就知道是你，一天到晚就知道闯祸，你就不能向你二哥学习吗？天宝，刚才谢谢你啊，咱俩是亲兄弟，干嘛说谢呢？走吧。父王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也在这儿吗？这个臭小子又跑哪儿去了？等宝儿回来，我向你们俩宣布一件大事。香儿，我知道你们兄弟俩从小手足情深，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要彼此照顾对方，特别是你。你是哥哥，要多扶持和照顾弟弟，明白吗？是，父王，孩儿谨遵父王的教诲。好好把门看好了啊！爹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衙门转转。我觉得那边有人等着我打官司呢。你又去衙门啊？你是不是不喜欢开客栈啊？客栈是爷爷留下来的，一定要开的，总不能让其他人说我是败家子啊。爹，我问你啊，我是说假如啊，假如……喂，我听见你说3次假如了，怎么了？假如你不当讼师，有没有想过干点别的？你还对什么感兴趣啊？不当讼师的话，我倒真的对其他的没什么兴趣啊。当讼师有什么好的呀？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，三教九流的，坑蒙拐骗的，还有杀人放火的。娘说了，您年轻的时候在湖边打鱼，以后您打鱼，我织网，咱们不是也可以安稳度日吗？爹，您就这样跟女儿在一起，不好吗？好，跟女儿在一起当然最好。我也知道你是为爹着想，可是当讼师就是爹的命啊，没了他，我就没命了。不说了，还有很多人等着打官司呢。爹，你别吹牛了，衙门口的人都在躲着你，以后没人再请你打官司了。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了。爹，要不你改行吧？改行？这样吧，回头我去庙里面呢问问菩萨，如果菩萨不说我要改行的话，那就是天意了，就连天王老子也没辙啊。好。饿呀！老大，怎么办？现在穷的连喝酒的钱都没了，还他妈喝酒！都你们这帮废物！再抢不到，咱他妈和西北风去呀！哎，老大，后面来了几匹马，看起来挺有钱的。撤！哎，听好了啊，这次再抢不到，咱们可就饿死了啊！连队，这次一定给我抢到了！走，这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好，我在京城当差10年，今天是开了眼，竟然有人胆敢打劫锦衣卫。哎呀，你要是锦衣卫啊，那我就是东厂厂公魏忠贤的儿子。
对不对？哦，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凭你还想认识我呀？啊，我什么层次？你给我提鞋都不够格，你还想认识我？嘿嘿嘿，开玩笑。可惜了，我就是你口中说的魏忠贤的儿子，侯国兴。侯国兴，瞧你这尖嘴猴腮的样，还真挺像魏忠贤的儿子。哎呀，这年头山寨版还真多了。拿什么证明你自己？嗯，说呀！老子今天心情不错，急着赶路，先留你一条狗命，下次就别这么幸运。走，撤！来，哎呀，真香啊！我说，各位，再给我打来，你们不要只顾自己的肚子呀！我被你们绑了，我就算是犯人，那我也是人呐！我闻到香味儿，肚子也会饿呀！哎，有点人性好不好？分给我一点啊！你们真不够意思，真是连一口都不给。啊，算了，你们自己吃吧，没人性的家伙！啊！哎呀！我肚子突然疼起来了。哎，我说人有3急，哎呀，第1急就是内急啊！哎呦，快放开我吧，让我去解个手，真的疼死我了！啊！疼死我了！真的，求求你们了，快解开我，让我去解个手吧！好，你们不给我解开，我就地解决了啊！你们继续吃吧，我就在这儿解决。哦，糟糕了，怎么大便干燥啊？哎呀，可能是这2天鸡吃的太多了，吃蔬菜太少了。哎呀，哦，大笑出来了。够了，把他拖出去，看好他。哦，拿着。啊，快点！啊！哎呦，哦，哎，不行了，走！哎呀，不行了！哎，好了，蹲着，就这儿。不，你不给我松开绳子，我怎么方便啊？捆着我，我傻呀！我上不了。绳子松了，你逃了怎么办？我被绑着怎么逃？啊！哎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！哎，憋不住了！哎呀，快点，赶紧的，快点！哎，我建议你最好离远点。少啰嗦，快点！这。人呢？回大人，他去方便了，已经派人紧盯着他了。去多久了？有一会儿了。去看看。是，走。就在那边。陆天马，哎，小子，大人，请。啊，大人。人呢？一群废物！走！是，快去！是，走！
这。朱天宝，怎么不跑了？哎，本来我想给你留个面子，好吧，既然到这地步了，我只能拿出我的压箱底宝贝。家奴，这是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你忘了吗？这张是你签字画押的卖身契，你还欠我白银5万两，这上头可是你的字迹，你要不承认，以后你怎么混？你要是死了，这个还有用吗？侯国清，咱俩的恩怨就是我抢了你京城第一恶少的名头，你有必要置我于死地吗？好吧，就算你要杀我，你也得给我按个罪名吧。罪名？好啊，我就给你安一个罪名。朱天宝，你不学无术，愧对大明江山，对圣上毫无用处，这是不忠。你不思进取，让老王爷伤心，这叫不孝。你对若南姑娘不理不睬，这叫不仁。那，你说我不忠不孝不仁，可这些罪名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？但如果因为你威胁到朱天祥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因为你活着，对你哥哥来说，这叫不义。因为有你在，他就得不到建兴王位。可我对王位没有兴趣，我跟二哥说过很多回了。不过二公子可不这么想，因为有你存在，对他来说，那就是一种压力。侯国清，别胡说！我知道你跟我二哥在王府里联手装神弄鬼，但是我相信我二哥绝对不会为了王位而手足相残的。只要为了权力，没有什么可以做不出来的。试想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皇位夺权杀帝，朱天祥照样可以干得出来。这个理由足可以让你死的。我不相信我二哥会这么做的。哼，上！侯国清，住手！天宝！怎么回事？心怎么跳得这么厉害？不会是天宝出事了吧？枉费前途是可以。爹，你别吹牛了，衙门口的人都在躲着你，以后没人再请你打官司了。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了。爹，要不你改行吧？改行？这样吧，回头我去庙里面问问菩萨，如果菩萨不说我要改行的话，那就是天意了。就连天王老子也没辙。施主，你这是下签。讲的是你选择的行业并不适合你，你应该改行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改行还不如叫我去死呢，我还有脸活着吗？小弟，爹不要再给你丢脸了。哪里那么多狼？要是被狼吃掉的话，肯定死无全尸。我还怕什么？都没什么好留恋的。
还怕什么？等一下，给狼当晚餐，也算是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功德嘛。你们不要叫了，很快就有饭吃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要是这么意思的话，小弟还没嫁人呢，他怎么办呢？不可以，还是不行。可是我人生再没有梦想了，留下来生不如死。何况小蝶已经长大了，会照顾自己的。没事，没事。等一下！要是我连再见、对不起也不说一声就走的话，小蝶知道肯定会伤心死的。怎么可以？不行！可是汀州所有的人都不信任我，老天也放弃我了，小蝶应该也看不起我了。我看就死了好了，干干脆脆，别再磨蹭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不行！要是真的连一封信也没有留下来的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一个纪念都没有，这样子对小蝶太不公平了。反正这棵树也跑不掉，回来再掉，好不好？